黄河愈来愈强，基隆市调和街站半暝3点水崩山，有真侪车甲乌多摆拢浸水。另外，基隆东信路有土沙水半暝冲入去徛街内底，这规家伙仔是赶紧逃难。民众伫大雨中咧刹车，规个车路阴干那大水池，里面阁有徛街车辆规个泡伫水，损失是真严重。地点就伫基隆市调和街，当地居民讲，半暝3点，山顶的土沙水就一直冲落来，到拜时早时，敢若亲像水墙共款。如果说车子现在飞淹了，他不敢骑出来了，人在里面了。所以他现在已经出不来了，是吗？没有了，那水那么大，不敢动了。那摩托车嘞？摩托那个已经报废掉的。差不多都是几岁？都70、80岁了。那你们今天会送食物上去给他们吗？不怎么走上去，淹水了怎么走上去？还有小朋友呢。当地居民讲，即天对山顶一直冲落来的土沙水，伫水头有大10几户，甚至阁有70、80岁老大人。水遮尔大，互因真烦恼。山顶居民现在状况。那条河街基隆东信路伫拜三暗时10点多嘛，传出严重的水崩山灾情，风雨伤大，有大量的土沙水冲入去徛街内面，加载因赶紧冲出来，才无造成危险发生。基隆市长谢国良嘛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状况。树仔甲石头一直一直落来，弄到迄落门，啊，想讲啊，足危险的，啊，先紧通报里长甲1999市府。后尾啊，市长就过来啊。基隆市府表示，目前一定着续咧做抢救的工作。基隆市府嘛提起瓦刷区的民众，好大爱细腻水崩山的状况，呼吁民众爱提悬警觉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基隆报道。